來由這個運動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甲台南市政府做伙規劃的國家棒球訓練基地，早起是正式揭牌啟用。總統賴清德親身去主持。總統賴清德佇咧台南市長林台所規劃的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佇咧昨昏升格做國家棒球訓練基地。總統運動部長和台南市長等人做伙來見證。那比較罕見的，我們有室內、室外的投打練習場。還有2個內野的練習場，像是一個春訓基地一樣。青棒、成棒，還是我們未來國家代表隊，都能夠在這邊來成為我們運動部跟棒協，還有我們台南市，我們一起來努力的一個方向，為台灣以棒球來推動我們的外交。這個訓練基地會交予棒球協會來管理，希望地方甲國家資源結合，提供專業的訓練環境。我們跟運動部、跟棒協一起合作，培育棒球選手，也為地方創造更多的棒球風氣。甲國家隊的組訓、甲國際比賽經驗甲做伙，強化台灣棒球整體發展能量。你好，我是宋彥明。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